事實擺在眼前，味道強勁嘅李斯德林有效消除引致口氣嘅細菌。醫學實驗證明，刷牙後用李斯德林比淨係刷牙可以減少牙垢膜達50%。加強口腔衛生用李斯德林，佢令你充滿信心，唔止消除口氣，仲對抗牙垢膜，同人接觸信心十足。事實不容否定。幾時要用漱口水？係早晚刷完牙之後。牙齒佔口腔約25%，淨係刷牙，口腔其他地方嘅細菌仲有機會引致口氣、牙垢膜、牙齦炎。李斯德林就可以深入口腔每個角落，幫你消滅晒佢哋。每次刷牙後啷30秒，俾你100% 潔淨體驗。要口腔健康清潔，記得用李斯德林。而家仲有新激橙口味，你試過未啊？